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三甲来敬拜上帝。念着俄罗耶和华，我的心啊，念着俄罗耶和华。我一生要俄罗耶和华，我要我的时要唱歌俄罗我的上帝。这时，请咱大家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133首，圣诗第133首。信徒就来吟诗。哈利路亚，阿门。基督做王治理，哈利路亚，阿门。大家同心同声，组成俄罗尊名，主恩典就称谢，哈利路亚，阿门。请咱起立来吟。
即时，请咱游园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即时，请咱大家齐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咱今日要启应的是启应文第三集，启应文三集伫圣诗后面1053页。启应文三集，即时请咱三甲来启。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我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即时，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互阮会当过一礼拜来进入圣殿来敬拜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值得敬拜甲学乐的。全地要出欢喜的声来你的学乐你的圣名。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一生中的引带甲带领，你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话，互阮会当认捌你，认捌家己，也坚固阮的心。互阮会当坚心来倚靠你，阮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的中间，阮拢会当安然自在。阮感谢你，你是阮的主，阮要一生来服侍你。亲爱的主，今日是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台湾神学院的教育是咱传基督福音的基础，伫时代变迁中，坚持用圣经的原则，培养忠心的传教者，为台湾每一个世代来传播福音的种子，证明上帝对台湾的疼。愿咱也愿意支持神学教育，这是一个水的时间。来荣耀上帝，父上帝，阮看见伫即个地面上有充满各种罪恶、残暴，甲真侪歹代。阮有看见，毋管是乌克兰，也是俄罗斯的战争，也是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伫中间有侪侪无辜的百姓。因失去了宝贵的性命，也是身体健康。其中也有侪侪家庭因为安尼来破碎。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安慰，经过这受灾祸的百姓，互因会当得到安慰，也会当得到医治，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主啊，求你掌权。互公义会当来得胜，
互和平会当早日临到。同时要为台湾甲世界和平来祈祷。主，阮羡慕你的真理，阮喜爱你民主自由。恳求你来掌权，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除去侵略者的野心。阮恳求你，伫万百姓的心中点着真正爱和平的火。恳求你用纯洁和平的智慧来引带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互你的国伫和平的中间临到因的所在。求你引带因除去三对立的甲自私的野心，搁对因心中唤起公平、疼痛的和谐的一致精神，互人民会当过着平安的生活。主啊，也恳求你保守赐福阮众兄弟姊妹身体健康，其中若有身体欠安的，由你医治。阮知你是性命的主宰，伫你内面，阮的性命就袂为孤单。恳求圣神大大充满阮的内心，互阮会当有活泼的性命、健全的心智，家庭得到真实的平安喜乐。主啊，阮嘛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来保守、来看顾，求主坚固忠直会友同工，伫服侍教会事工甲职业的工作，会当平衡来行，有圣灵感动，会友3千群，透过查经互相分享，靠主合一，谦卑学习，生死合宜，得主欢喜，有主的圣神，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祝阮今日的礼拜，头到尾，愿你来感纳，求圣神充满伫会中，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伫但同学传讲上帝信息中，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只是也要安静阮的心，好好领受你要互阮的真理，奋兴阮的心灵，领受你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圣歌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
咱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敬拜上帝。只是，请咱来三角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旧约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第9节。约书亚记第1章。这是由我来读。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耶和华的奴仆摩西死了后，耶和华吩咐伦的囝约书亚，就是分底摩西的讲：我的奴仆摩西死了啦，当你着起来，甲众百姓过即个约旦。去我所赏赐以色列人的地，见若恁的骹掌所踏的地，我拢赏赐恁。照我对摩西所讲的，对旷野甲即个黎巴嫩到大河，就是伯拉河迄人的全地，搁到大海。日落的所在，拢要做恁的境界。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条伫你的面前。我怎样甲摩西约定？摩西伫我怎样甲摩西伫地，你也要安尼甲你伫地。我的确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你着勇敢壮胆，因为你要互即个百姓得到即个地作业，就是我对因的列祖所咒诅要互因的。多多，你着勇敢大壮胆，接受我的奴仆摩西所命令你。一切律法来行伊，毋通离开来偏左偏右，互你无论倒落去，拢得到行通。即个律法一切，毋通离开你的喙，的确着绵日想伊，互你来执行即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安尼。就会互你的道路平坦，你也会得到大行通。我减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以上信息，愿圣神甲咱三同行。下面讲到，今日陈同学要互咱的题目是勇敢行出去，就是请咱三角来听。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台湾新学院大学硕士班的2年的陈信南同学。真欢喜今日会当来到咱西湖教会代表台湾新学院来请咱报告，也感谢牧师跟咱中职同工以及兄弟姐妹的接纳，互我会当伫信息中间大家来分享。伫礼拜要分享之前，咱先做伙头来祈祷。听来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互我会当三角组织伫遮。阮知影，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当透过今日你的话语甲信息，对阮的心讲话，互阮会当有丰富的领受，互阮离开教会以后，
愿委员将这领袖分享互阮的厝边隔壁。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只细只鸟仔，伊自细汉伫树仔顶长大，受到伊的妈妈一直照顾。到秋天，因就准备要人病来飞，要去甲人病来过冬。毋过这只细只鸟仔呢，伊是头一次要去人病过冬。伊的心内底充满侪惊吓，因为伊的同伴拢甲讲，你人病飞的时阵，可能会拄着侪困难，甚至有可能会受到人其他鹰鸟的攻击，所以你即条路会足困难的。所以即只鸟呢，伊听到，伊就感觉讲，是安尼，我是莫人病飞好啊。毋过尾伊佫想着讲，毋过我会留伫北方的话，我可能会去寒死。甚至无食物好食，所以伊尾想诶，也是感觉安尼，我是人病来飞好啊。当伊一路人病飞时阵，有影像这个同伴所讲诶，伊拄着鹰鸟咧攻击伊，嘛拄着侪关山、侪大水。毋过呢，伊想尽办法去闪避遮个危险、遮个困难，所以尾伊也真。尾伊总算飞到人远即个所在来过冬。伊看到即个情景，伊就感觉讲，安尼我所做的拢有价值。所以呢，在听到安尼故事，咱会认为讲，咱的生命是毋是有时会亲像即只细只鸟仔同款？因为咱感觉讲，咱会伫生活中间会拄着侪无同款的困难，你安尼，咱是毋是着莫阁去做啊？毋过呢，即只鸟仔伊所展现的是，就算讲伊拄着更较大的困难，毋过想着伫南方有侪会当树木，有侪食物，互当还通过冬的话，伊就勇敢飞出去。咱的生命是毋是嘛会相款，像即只鸟仔共款？今日我所分享经文是伫约书亚记第1章。咱当一开始就看见，伫摩西死了后呢，上帝伊就呼召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咱讲知影，约书亚这个人是啥呢？约书亚伊还未成做领袖的时阵，伊其实是一个对伫个摩西身躯边的助手，搁一个证书。尾仔呢，摩西派12个探子去来探查这个迦南地。嘛，敢有约书亚甲迦勒，因真有信心，甲摩西讲，咱以色列人一定会当占领这勇壮的迦南地人。毋过其他的探子，因拢感觉讲，这无可能，因为这迦南地人因真高强大汉，那是无可能占领的。甚至尾仔上帝嘛甲摩西搁这以色列人讲，只有约书亚佮迦勒以及这以色列人因后一代。才会当进入迦南地。过去呢，其实上帝带领以色列人，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因足可惜的，当伊行伫旷野的时阵，因所拄着的，因拄着无食物，因拄着侪困难，因就对上帝来发出怨言。因拢无想到讲，上帝透过风挑、火挑、鹌鹑跟玛纳，带领因伫个旷野中的生活。也因为因面对这迦南地，因毋知影会惊吓，所以颠倒互因伫旷野有40年久，我都入去迄个流奶甲蜜的地。所以当摩西死了后呢，上帝继续呼召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来进入这迦南地。伫我伫咧读即个经文的时阵呢，其实我嘛一直咧思想，我家己是毋是就亲像摩西迄个时代以色列人共款？因为上帝早前就伫我生命中赐了侪恩典，毋过我却一直硬着心，无愿意面对上帝。因为我感觉讲，我家己甲以色列人共款。我对着侪困难的时阵，我做侪挫折的时阵，我首先想的毋是讲
我会当安怎亲像约书亚勇敢壮大来军队上帝？颠倒是我一直埋怨上帝，为什么上帝互我拄着安尼的困难，拄着安尼的困境？而且伫我回应上帝呼召的这条道路顶面，甲我所想象的拢无相款。明明橄榄地就伫我的头前，明明我会山顶立迄老年甲蜜月地，只会享受主上互我的恩典。毋过我总是照着家己的想法去面对上帝互我的呼召。也感谢上帝，伊听到我的呼求。互我当透过学校老师甲同学去入班上帝，并且伫经历侪恩典了后，因为我是第一代信徒，我会当经历上帝安尼的恩典，上帝带领，互我来明白伊受洗成做一个基督徒。毋过当大学的时阵，我无因为安尼就满足，因为我感觉讲读大学需要足侪钱的，所以我就选择一边读册，一边去工作。虽然有赚到真侪生活费，毋过我的成绩嘛因安尼颠倒就愈来愈歹。而且我对上帝恩典，我就感觉我要爱好更较好，做更较济。就亲像即阵伫旷野内底的以色列人共款，我希望所听所看，毋是上帝安尼带领，而是我伫看着讲，我佫欠啥物物件，爱上帝为我来补足。当我的内心向着这个世界来挖去的时阵，我就袂记咧讲，上帝是安怎伫我的生活中一直甲我同在。读经佮祈祷，拢是我感觉我有用才做得好。毋过我的内心伊拢一直有一个声提醒我，我袂当只是白白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应该佮较侪的是爱亲近上帝，回应上帝伫我生命中的带领。所以伫大学的时阵，伫总会因为举办一个对大学生的营会，叫做大专神学研究班。伫这个营会内底，学生会利用5天的时间，伫营会内底做伙读圣经，做伙来研读。我嘛伫中间来参与，因为我嘛知影，因为我平常时伤少读圣经，所以我毋茫透过这个机会来建立我读圣经的习惯。感谢上帝，听到我的声音，也互我。不只是伫这5天内底建立这个习惯，伫参加了后，我的母会的教会牧师，伊就对我邀请，伊邀请我会当去到教会来服侍，服侍遐个小朋友，服侍遐个兄弟姊妹。我嘛有感觉，因为我所做一直拢无够，所以我就答应牧师的邀请，伫每一个拜六礼拜，我拢去到教会来服侍上帝。伫这内底。上帝嘛透过营会来呼召我会当专职来服侍伊。迄时阵我知影，我袂使阁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所以我就甲牧师讲，牧师，我伫营会内底有领受这个呼召，我要安怎做才好呢？牧师伊就照着我的呼召，对我侪侪的训练，对我侪侪的装备，毋茫我会当按着上帝呼召我的道路来行。毋过伫大学毕业了后呢，我选择来袂记这个呼召，因为我感觉讲我要趁钱较重要，我的家庭较重要，所以我伫毕业以后呢，我就去工厂上班，因为我感觉讲我爱先趁钱来还我的学贷，我爱趁钱来互我的妈妈过更较好的生活，所以我逐工去做工课，逐工去上班，甚至有时连礼拜六、礼拜日拢去工厂加班。袂记了，我原本上帝对我呼召的感动。我想，上帝会对我安尼呼召，就亲像伊无放杀以色列人共款。上帝透过伊的话语，透过牧师甲牧师娘对我鼓励，互我知影讲，虽然我的心有时亲像这以色列人共款背离上帝，毋过上帝有往爱因到底，上帝嘛爱我到底。互我有机会回转转向上帝，上帝也有缘相款的方式来带领我。当咱使看，咱伫头拄仔所读的经文听到，约书亚受到上帝呼召，要带领以色列人经历约旦河
踏入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阵，咱才看见，其实眼前的约旦河是一条真大真急的大河，看起来是无可能用骹地上去搬过，因为咱若是行落去，真有可能就起来水冲去。约旦河伊所反映的，就是我头拄所分享，我面对呼召我内心的惊吓。上帝呼召我为着伊来服侍，是一件真水佮充满祝福的事。毋过，因为我内在压力，互我真大的惊吓。虽然讲我伫喙一直讲，我会愿意回应上帝呼召，毋过我心内犹原来抵抗上帝对我的带领。伫咧2017年就是6年前，我感觉讲，时间到啊，我应该来回应上帝呼召。所以我就选择来考神学院。迄时阵，我犹原真顺利的考调。其实即切看起来是讲拢准备好啊。我一定要来读神学院，我准备要来做一个传教者。毋过呢，迄时阵我面对着一个更较大的挑战，因为我妈妈伊毋是基督徒，所以当我甲伊分享我将来要去做牧师的时阵，伊无法度了解，伊就感觉讲，牧师是咧创啥物？我毋捌听过啊！你牧师是亲像遐拜拜人共款吗？伊无法度理解，所以当我一直要甲解说时阵，伊就感觉讲：你即马先莫去读册，你若去读册，就无人咧趁钱，剩我家一个咧趁尔。而且我妈妈伊嘛想要一个会使养老的厝。如果我若去读册，安尼阮兜的经济来源就失去真侪，伊会产生真大的不安全感。所以面对安尼压力，我就甲牧师来讨论，牧师，我是毋是先暂时莫去读，因为我阁有厝爱顾。迄当阵牧师嘛尊重我的决定，毋过伊犹原嘛提醒我，爱好好面对上帝对我呼召，毋通放袂记。伫6年内，其实我伫闪避上帝对我的提醒。我伫过程中间，其实我嘛一直找无相款的方式，是讲来回应上帝呼召。我有想过要考迄种邮差，嘛想讲我要去好好做代课老师，去教熟无相款的人，会当用安尼的方式来当福音，希望我会当弥补对上帝呼召的亏欠。因为我嘛感觉讲，无我就亲像经文内底以色列人共款，我生活伫原本的生活就好。毋过呢，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第20到第50的提醒，伫过约旦河进前，以色列人一定过了40年伫旷野埋怨的生活。摩西伊过去，伊忠心伫上帝的带领。当上帝嘛毋望约书亚会当照着伊所应允的所来前来行。所以上帝爱约书亚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伊所应允的地。伊无爱以色列人佮继续留伫诶迄个旷野，无到进前。所以只要以色列人要顺服上帝带领，上帝就袂放落因，袂放杀因，而且会甲因同行。确实，我过去因为甲侪世界价值观，所以常常互我伫上帝甲世界之间来拉扯。那因为安尼，我选择忽略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伫面对上帝呼召时阵，我一直丢毒，我一直无到进前。毋过，上帝透过经文来提醒我，毋得诚做迄以色列人，是爱诚做伊所兴起的约书亚。因为上帝安怎甲摩西同在，伊也相款甲约书亚同在。我相信上帝嘛伫我生命中甲我同行。感谢上帝的拣选。互我看到伊的大气力，甲伊应允，就亲像上帝伫第6节到第9节，伊连续讲到勇敢壮大，勇敢壮大，勇敢壮大。我想上帝因着咱所看到勇敢壮大这4个字，必定有伊的用意。其实伊不只是吩咐约书亚要接续摩西来完成伊的使命，伊嘛鼓励约书亚。只要伊愿意遵照上帝吩咐来行，伊一定会成做以色列人的祝福。伫咧2021年的时阵，我妈妈总算完成伊的梦想，买到一栋中古的厝。我心内嘛，因为安尼呢放落一个大石头，
因为我知影这一切拢是上帝恩典，所以我一开始认定讲我无都身上安尼压力，我是莫读册，莫去读神学院就好啊。毋过呢，未来上帝一步一步对我生命拢有无相款的计划，互我知影讲，我伫面对任何的困境的时阵，只要我仰望上帝，只要我透过伊的话语来领受，勇敢壮大来遵照上帝的旨意，上帝一定会赐了教养因的恩典。所以伫迄当阵，伫妈妈买了厝以后，我嘛定心来思想上帝对我的呼召。教会牧师嘛一直甲我讨论，你是毋是愿意搁一件勇敢来回应上帝呼召呢？其实伫这过程中间，我虽然有缘有做会惊吓，我嘛想讲，以后我是毋是相款拄着共款的问题？毋过听到伫约书亚内底一节经文讲着，你着勇敢壮大，毋通惊，毋通论，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因为安尼鼓励，互我决定伫旧年定心顺服上帝呼召，来报考神学院，互上帝来使用。也感谢上帝，互我会当顺利搁考调一间神学院。即马嘛一定咧读神学院的2年啊。在这个过程中间，有缘有侪经历对我家己的怀疑，因为我感觉讲，我是毋是无法度搁继续真做传道人？因为我的心内有侪的惊吓。其实，伫教会服侍内底，搁校课业内底，我感觉讲，安尼压力够大的，我爱读册，还有教会服侍爱来准备，所以我常常甲教会牧师讲，牧师，我是休学好啊啦，我是莫搁读啦。毋过呢，牧师有缘一直咧鼓励我，既然上帝有互你呼召，既然上帝一定带领你头前的道路，你过去所经历的，毋是你家己的想法，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尾啊，伫学校一件午餐内底，我嘛拄着一个学姐，伊知影我的状况，伊知影讲我即摆心内一直想讲是要休学，还是无爱休学。伊就来对我分享伊读神学院的历程。对这学姐分享的故事内底，互我知影，每一个受呼召来读神学院的同学，其实大家拢有家己要爱面对的问题佮压力。就亲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伊嘛面对真强大的敌人。毋过约书亚有缘来信靠上帝，所以只要是上帝所吩咐要攻打的城，约书亚不只是顺服，伊也有缘拢无惊吓，因为伊知影上帝拢甲伊同在。所以呢，我当我听了牧师对我鼓励，听了校老师、同学对我的鼓励，也看见上帝透过这段经文对我的提醒，互我知影，约书亚因为伊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互以色列人会当伫迦南地内底，因经历上帝对因的带领，互因会当伫即个迦南地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所以落尾，我就决心，我爱继续完成神学院的学业。所以自底，我伫心内一直想讲，我是莫读即个想法。等我甲上帝祈祷，我甲牧师讨论，伊嘛支持我继续来读。因知影，虽望我内心有侪对家己的怀疑，对家己的惊吓，毋过因嘛常常一直咧为我来祈祷，互我会当伫即个读神学院的过程中间，继续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甲我回应呼召的经历，咱嘛当做伙来思想上帝对咱的提醒。过去以色列人因无相信上帝带领，所以摩西迄一代的人因无法度进入迦南地，因为因敢看重家己的欠缺，因惊吓，所以忽略上帝对因的恩典。致使因一直伫旷野内底，拢无法度进前，无法度进入老年甲密的地。咱来想看觅，咱的生命是毋是真侪时阵会甲以色列人共款，将焦点放伫咱家己的身上，忽略上帝对咱带领，互咱有缘甲以色列人共款伫旷野内底，
我都将上帝伫咱生命中呼召来实践出来。今日上帝要透过伊鼓励约书亚的话语，相款嘛要鼓励咱。上帝透过约书亚的带领，互以色列人会当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咱也莫阁继续像遮以色列人共款，伫旷野发怨言，因为惊吓是无法度互咱阁继续往进前。所以咱爱明白，咱每一个人伫生命内底，无论咱年纪的大细，其实咱拢有上帝对咱的呼召。凡是真侪人拢会感觉讲，哦，上帝呼召是毋是就是爱去读神学院做牧师？我想毋是安尼，因为伫咱无相款的职业，伫咱无相款的角色，咱的工作顶面，拢有上帝对咱的呼召。上帝要透过咱无相款的才调，透过咱无相款的恩赐，伫咱无相款的所在呢，拢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所以，咱只要愿意透过亲近上帝分动，透过读经、祈祷来追求上帝，上帝一定会带领咱头前的道路。所以，咱无论是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家庭，还是伫无相款的位置甲角色内底，咱也勇敢将上帝的福音甲人来分享。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搁伫旷野内底吗？还是咱亲像约书亚共款，一定进入迄个流奶甲蜜的地？希望咱会当做伙为上帝鼓励约书亚的话内底，咱将家己摆咧伫上帝面前，互咱会当勇敢回应，成做即个世代的祝福，互咱生命会当亲像约书亚相款，照着上帝呼召，勇敢壮胆，无得惊，无得忍，无得论，伫咱所处的环境内底，咱所扮演的角色为主来做见证。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今日会当透过约书亚受到上帝呼召的故事，阮也明白，阮要成做约书亚相款的角色。虽望伫阮的人生中间，阮会拄着无相款的困境，阮会拄着侪艰难，毋过上帝一直甲阮同在。主啊，求你继续呼召阮，互阮伫无相款的位置，互阮伫阮的工作、阮的家庭内底，阮用阮的恩赐、阮的才调，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互我当勇敢壮胆，为着主你来做福音的见证，互阮会当伫头前的道路顶面，阮继续经历你甲阮同行的美好。主啊，求你保守西湖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保守牧师甲长职，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内底，阮继续看见上帝你怎样甲约书亚同在，你也甲阮同在。互阮伫头前的道路，阮经历你超越想象的祝福。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上帝，互我会当伫遮大家。若毋是150多年前马偕牧师的设立，吴威廉甲孙雅各校长的继续规划，咱只是袂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教会伫即块土地的见证，可能也无共款。若毋是老师愿意认真教示甲影响，这学生就无法度受到完整的神学教育。问题不在听众或问题是在我们讲的讯息，给的讯息可能不够清楚。好，所以呢，有为了讲道者帮助你。神学院的教室是现在学生未来的教会牧师学习的机会。每一摆上课，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影响生命的时阵。在实体的，在学院当中的群体生活的这种神学的教育彼此之间的相互的砥砺，甚至提醒那这是非常难的。教育的赖鸿专老师，家己捌伫台神受过老师好模范的感动，
伊认为耶稣当初就是用生命在教育门徒，通过实际生活的过程引出学生。亲像教务长张志伟老师提醒，用歌罗西书保罗讲的定君受起做来面对世代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不同的风向，不至于飘来飘去？那就是这个经文讲的，在基督里，在根基里，在教会里，神学教育跟教会是何等的紧密的这样的彼此依靠。台新8年前通过政府立案设立研究所以后，培养牧师、传教者、教会音乐服侍者以及灵性咨商的专业人才，希望加做教会的根基跟力量。服侍的心有时候会是软弱的，因为会遇到更多的对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可是他如果知道说他服侍是这群人，是为了下一代的人的时候，这个或许这个坚持才会走下去。为了后一代就会当坚持。老师拢真重视信仰根基的起做，这也是梁月梅老师当初决定要进入神学教育的原因。伊认为这是上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奉献性命的代志。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帮助人找到他在上帝国的拼图里面他在哪里，然后怎么样帮助他建立一种不管世界怎么动摇我，我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要回应上帝。满我赢我充满我，这是今年开学礼拜中台新的老师甲主管做伙献诗的决志。因设立教育的目标是敬虔、知识甲宣教，唔但磨练家己甲学生，也是为着台湾的教会。今年度台新的经常费是6925万，要用伫师资的培养、教室甲宿舍的整修、远距教学、奖助学金、甲图书馆的设备甲册。阮需要更较侪人的关心，特别是你的关心带到甲奉献，来支持这个神学的教育，也是支持上帝听台湾互福音伫这个时代会通代代相传，用听来三组织，会通结出更较侪这个梦的归心。毋望伫这块土地讲出福音的故事，宣扬上帝的恩典。过去150多年的台新，有接受呼召的学生，有愿意研究教导的老师，以及侪关心、奉献甲支持。到即马甲未来，因拢会继续为台湾教会创造故事甲历史。亲爱的兄弟姊妹，毋但是因在写历史，你也是，咱拢是。若毋是150多年前马偕牧师的设立，吴威廉甲孙雅各校长的继续规划，咱即时袂伫遮看到学生拍拼读册甲研究。若毋是学生毕业了后伫教会服侍，教会伫即地土。目前台新全校有189个人，学生有143名，教师有12名，职员有30名。伫头拄影片内底，咱看到，台新的系所有大学硕士班、神学硕士班、神学博士班，佮文学硕士班，就是有教会音乐组，佮灵性咨商组。其实这个目前款的科系呢，拢是会当帮助每一位愿意向上帝呼召来进入伫神学院来受装备。伫头段影片内底嘛讲到，
伫接线的经常费的预算是6925万。学校呢，每一年所经费的来源呢，学费只是占其中15%，剩的85%呢，拢是爱外口拨款甲奉献，所以望会当透过今日的请安今日报告，望咱各兄弟姊妹会当继续为台神来代祷，诚做台神的支持，感谢大家。咱感谢陈同学用圣经的话，甲咱三勉励。这时，请咱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圣诗第573首。圣诗第573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血水魔鬼得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告叫，伊要牵我手。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请自然执事甲明明执事来书献。
下面我来报告，请咱来先开首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纪念主日，欢迎道学硕士2年的陈信南神学生代表台神到咱本会请安报告，并且证座。但同学伫资源欠缺的环境中学习，刻苦家己学习完全顺服。完全献上诚做上帝忠心的路谱，咱再次用花声来甲伊欢迎甲鼓励。第二，礼拜一就是明仔载上午10点，要伫济南教会长老教会举行7星中会第73届第一次中会议会。本会有咱叶牧师代表出席。第三，有探访需要，也是愿意开放徛家举行家庭礼拜的教会兄弟姊妹，请牧师也是咱教会的长职来讲以便安排吼。第四，要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参与每礼拜拜五暗时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目前查读的经文是旧约的创世纪。第五，后礼拜主日礼拜的题目是困难中见上帝恩典。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到第10节。请咱若即礼拜有闲的时间，咱家己会当先来看哈。咱来看咱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咱查经祈祷会是拜五暗时7点半咱插会班是每个月的头一礼拜上午10点。咱即个顶周的人数、出席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的，会当来小妹指数也是民兵指数来更正。咱来看圣工事奉即礼拜的插会是小妹指数。清扫是燕庆社，咱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诗会是民兵执事，司琴是咱牧师娘，领唱是余阳香，诗献是秋妹执事甲玉洁执事，招待是社保者甲苏长老，插花杨长老，清扫社保者即是咱来看正平下面的金句。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我减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咱用台语来读2遍了，搁用华语读1遍。即是请恁三甲来读来。我减无命令你吗？你着壮胆勇敢，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我减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地。我只要没有你吗？你当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请牧师的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真感谢台湾神学院派
一个单姓男同学来到咱的中间，咱听伊的台语，敢知影伊倒位人？吼，第一就知影伊下港的嘛，对无？下港的吼，南部的，然后南部倒位，敢听会出来？咱遮有差不多是隔壁乡的，伊倒位的腔，台湾吼，汉地咱伫台北吼有即个吼。即个听到即个新学生啊，搁真少年，30通岁尔，啊台语吼讲啊认得吼真标准，然后讲得吼你嘛感觉讲吼真流畅，啊搁真平易近人。哦，伊是咱婚林土口人，吼土口吼，但是伊的教会是即个古拿水拿，所以是水拿教会、水拿长老教会，然后伊伫大学伫台中的中国医学大学来读册，吼，所以伊迄个1年级就伫迄个北港遐读册，吼，所以吼本来我想讲，叶牧师20几年前捌伫嘉义大专遐服侍，然后迄当阵吼嘛有受邀请去即个中国医学大学去即个团契学生团契去演讲过。但是问的，所以迄当阵，咱的陈同学较国小尔啦，所以毋捌拄过，毋捌拄过。但是咱拄拄听到即个单兄弟，信男兄的即个兄弟的即个分享，咱知影培养一个牧师，即个过程中间真正需要非常多的资源，尤其是即个所谓的文书的学科。即马台湾的大学经营，私立大学的经营，拢拄着真大的问题，所以有一种讲法，就是讲，文史科的即个学科的，拢互各地大学来办，然后咧，私立大学就较实践性的、实用性的，因为读文史的，也是讲开办文史的学系，即个对伫企业界较困难摕到资源来赞助。咱讲到新学，会当讲新学也是一款的文科。但是咱对伫教会来讲，咱无可能无透过新学院来培养以后教会服侍的人才，尤其是培养未来的牧师。所以咧，会当讲，若无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关心新学院的教育，关心着教育新学教育经费的需要，会当讲咱教会的新学院是这上真难维持，真有可能亲像未来有一天，若亲像即马的私立大学同款，安尼强要关门，安尼对伫咱教会敢是好事？绝对是歹事。所以望讲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关心咱台湾新学院伫办学顶面、学校即个教育顶面，逐项的经济的需要，望讲咱做伙来关心，所以咱为着台湾新学院的需要，咱做伙拗头来祈祷。慈悲大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早起的主日礼拜中间，主啊，你互阮听见信男同学分享伊献身的过程，以及伊伫新学院受造就中间，伊经历过真多，人看是困难，但是因有助力稳定的双手来引带，互伊会当伫新学院造就的中间，搁较会当体验着助力稳定遮尔啊大，体会着助力的呼召，是爱伊真正献出伊的性命，为着要互福音来讲传，要互侪人会当透过伊所做的一切来经验着助力的疼甲稳定，所以伊努力来学习。但是上时主啊，求主你催逼阮，互阮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着长老教会的神学教育，尤其伫台湾神学院伫北部来办学，
开销总是较悬，以及即马透过入暗了后，学生人数的增加，相时也需要侪设备的更新。主啊，求主你的圣神感动阮，互阮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阮礼拜中间，因为主你的话，因为讲道者的分享，阮心中的感动。恳求上帝你也看顾阮的教会，因为阮相时也看到你也有呼召阮来成做你的学生，呼召阮来见证主你的听，来招万百姓来做，也平平来做你的学生。所以恳求上帝你也同款催迫阮的心，互阮时时刻刻得到提醒，就是你也有呼召阮来成做你的学生，来跟对你。所以恳求上帝你伫阮每一日所做的一切，求主你互阮会当为着上帝国伫地上来实现即款的体会，阮所做一切会当成做主你的见证。主啊，恳求你带领看顾阮，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坐咧现为大家来，请大家来往你周围的人来互相请安，大家平安。请咱大家来吟诗阿罗上帝哈，这个圣诗394首，圣诗394首。这时礼拜特别煞，大家吟诗通4线，心肝常常3交配，5望后期各自会。圣诗394首，请咱起立来吟。恁着时刻会记得上帝的呼召，就是呼召咱来跟对伊，呼召咱来学习伊的款式，就是伫所做一切，伫所讲一切，拢会当显出属灵的听甲稳定，互众人因为咱所讲所行，也会当平平领受着对上帝来的听。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应变照恁，也用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
真侪